你什么症状？我是恋爱了，光恋裸聊被敲诈。千万不要转账啦，洁身自好啊！下次记得穿衣服聊啊。你什么症状？我不想打工，所以我把银行卡、电话卡都租给别人来挣钱。出租、出借、买卖两卡，参与电信网络诈骗，构成帮性罪。你去蹲一蹲啦。你什么症状？我朋友网恋了，对象说要带他投资挣钱。你朋友成猪仔了，杀猪盘诈骗，告诉他不会掉馅饼，不要人财两空的哦。来，你下一个，你什么症状？我想刷单兼职，足不出户就可以月入过万。我朋友怕我发财，他说刷单返利都是骗人的。你朋友说的对啦，刷单就是诈骗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呢。这个药方给你啊，来。